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7拜四下午嘅客家新闻我系陈彦祖。今日中央旅行疫情指挥中心嘅记者会停电，就会开始嘅呢，会继续呢同大家来关心近期关于进行嘅疫情发展。喺筹备时间呢，台湾喺新增加一类对境外驶入来嘅个案，嘅近比嘅疫情会样嘅变化呢，等下以下就会知嘅。不过，下一步嘅嘅台湾嘅疫情究竟有卡翻呢？我相信呢有同多位乡亲朋友嘅都有同演奏共用嘅感觉哦。所以讲下一步嘅大家呢，他关心嘅唔系讲家嘅疫情嘅方面，系政府纾困都带外用嘅来做。喺筹备时间呢，一啲行政院记者公布嘅我嚟控态纾困，就係講嘅假使無投保相關嘅社會保險民眾，多做啲來申請1萬元嘅艱難救助。唔過按用嘅申請措施，其實造成呢籌備有動人去申請，造成有按動人申請唔到，就有動人係見到危險哦。佢針對按用問題呢，就本人批評講，也係紓困治亂哦。就會講呢，認真受到按多批評，也呢措施又受到按多批評。故說呢，一啲行政院總蘇貞昌就成啲行政院會時節，就有為到按呢事情呢同大家來會事理。佢蘇貞昌佢就係講到嘅，佢真正呢佢係啲第一時間冇同大家來說明清楚，就造成呢啲提前呢公眾人員啲判相關業務嘅時節，會本而受到按多嘅批評，韓國呢會開始按多壓力，然後呢前中央呢就係講。對於動民眾係本動民眾，是到講係懂麻煩呢，就為到按呢來會事理。佢蘇貞昌嘅意思就係講，從係先前係最美相關政策，嘅政府呢都會同大家呢來先議講。唔過呢28夜抗體紓困，嘅政府目前同大家講，就係造成從係公部門應付唔晒，韓國有動民眾都唔了解，就係造成按多嘅問題。嘅一部分政府會繼續來檢討。喺籌備時間呢，一啲行政院動調就宣布。為老所有嘅申請嘅嘗試調整到較簡單啲位，前邊呢係申請嘅提議，唔過呢還係有動民眾係批評講相關嘅申請嘗試實在係太麻煩嘅。結果他現在又叫我重新來，那你們號碼牌掉了就要重抽。按月民眾嘅黨火，抗太艱難紓困40天一日，新北市三重區公所大早就有黨人來排列嘅安排，10點號碼牌就儲備超過400張，有民眾忙8點就來排列嘅，講流化變較艱難過後，較好來判，唔過有人爭議會有群起感染風險。申辦那程序比較繁複啦，啊，今天是比較簡單了。啊，怎麼保持距離，對不對？這樣子疫情是不是又擴散了？萬一又就真的擴散了，那大家怎麼辦？新北市長侯友宜早晨同會議當中講，是愛拿身份證來申請出位數，全看面體資料變較簡單，變為較夾同錢辦下來。如果沒有檢附相關工作資料，就直接以切結的方式，由民眾自己負起法律的責任，在整個流程作業上，整個大大的縮短時間。不好意思，讓大家等待哈。桃園市桃園區公所大早有黨民眾愛來申請紓困，63歲嘅蔡小姐有阿妹韓國聲音嚟愛求，2張嘢冇叫獲所嘢，當時會本屋主腳走。你假如說補助1萬塊也是蠻有用的，對不對？生活費就是說電話費啦，什麼費還可以這樣繳出。另外，花蓮市公所因為忙收到中央嘅建發公文，公告講準備同天公爺也2日內先簽填梳理，等到下個禮拜日將會投市公所同離判公署強下梳理，紓困申請40天一日，未係建發流程過後嘅頭一日，各地都有人等會判，希望申請嘗試改善過後，政府按呢個想法再本迎面有感。記者陳偉英、吳啟聰、詹淑月綜合報道。今日啲新聞都好啊，所以看到有民眾係因為講一條相關嘅申請嘗試係變到有較簡單嘅位，不過呢也係呢請強就講按到你去佔強下去申請，咁會造成群起感染嘅風險哦。故所呢也係呢政府呢每晚來思考，就係講一條防疫措施同一條申請紓困嘅一個嘗試，運用嘅同時做好來減少民眾嘅依附，未係當中嘅位。然後呢也係呢政府來開始來思考嘅，唔單止係紓困運用來做，啲先
先前呢，为到防疫，其实呢，政府有听出同多位管制措施，也呢要开始来检讨，就准备我来用用的。第下一步的像是啲火车，还有像高铁鸦片，要开始呢，未来响应一个。先前呢，指挥中心提出的防疫行政法案用的概念，各种呢将系相关的高铁，还有有像火车，那么规划开始我来解除相关的管制措施的。一条铁路强呢，其清主要呢系针对的，一条相关的管制措施，本周的总从本周4期按用的解封计划，像其头一期，其初期的时间就会按算讲，一条先前呢就会形成讲考虑到防疫，故所像系从图的一条重期的查标鸦片，介条呢都唔卖为本民众起嘅票，一部分呢系有限制嘅，还有呢从沙狗起嚟，一条相关的安全起嚟，大家呢从系买票啊，还有有从检查时节相关的安全起嚟，未为来解封嘅。唔过呢啲像更多卡详细条内容，以前呢一下仲有旅行疫情指挥中心嘅记者会等等就要来开始嘅，而家呢就来看记者会现场嘅情形。关怀国人的健康。那今天记者会由陈指挥官还是亲自主持哈？那我们的副指挥官哈，跟我们专家咨询小组的召集人张尚存张教授分别在指挥官的左边跟右边。那另外一位好是我们社区防治组的庄任祥庄副组长。那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报告好我们这一天来的一个工作的情形。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哈。那今天我们要宣布，还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的病例，好，那是一位女性到卡达工作，好，那这位病例她今年的2月下旬到卡达工作，那3月8日出现喉咙痛、流鼻水跟失去味觉等症状，那3月10日于卡达确诊，并接受治疗，4月8日2采阴性治疗结束。那返回宿舍隔离至4月22日。那这个案5月3日返国时没有症状，那主动告知曾于卡达确诊，由稽查检疫人员采检后送至集中检疫所，并于5月4日检验阴性后搭乘防疫专车返家居家检疫。那个案在返家当日即出现腹泻的症状。5月5日由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那今日确诊，那目前住院治疗中。那另外我们到现在就是个案440，有440人确诊，那347人解隔离。好。那进来大概我们到今天也第25天没有本土的案例，那整个社会里面大家一直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的秩序的展开，也抱着很大的一个期待。不过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基本上在这样的一个逐步未来要开放的时候，我们当然有几个风险。那必然要去管控的一个是个人的风险，那个人的风险，我希望大家还是要能够遵循我们的防疫新生活，把洗手、戴口罩、维持社交距离，那身体有不适的时候，尽量不要外出，在家里面休息。那至于呢，未来我们在商务啦、体育、文化、团体旅游，相继的，我们会陆陆续续的来解封。那在个人的风险之外，我们有社区的风险。那我们在社区风险在陆续解封的时候，我们要顾及到我们相关事业单位的一个管理的能力，还有地方政府管理的量能。在有个人大家都把自己的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那在管理上也确实能够去执行，那这样会把我们整体在社区的风险减到最低。至于在边境的管理，我们会持续，让这样整个的边境进来的能够及时的掌握，那及时的在检疫中，那有问题我们就送医治疗。所以在未来里面，我们必然要管理可以避免的风险，把可以避免的风险一定要降到最低。那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那必然就有一些的风险，是会发生的。所以我也常讲过很多次，我们并在开始并希望有零确诊，但并不是以零确诊为我们的管理的目标。所以未来在有一个可避免的风险都避免了之后，那发生了相关的风险，那我们就持续要医疗量能的准备，然后对于相关的国际的一些情况能够多了解，把我们的医疗能够更精进。那建立这样的医疗防线，那就承担必要的风险。所以未来在整个的防疫上面，基本上的战略是以这样的方向。然后另外，当然对于国际的合作，那产业的发展，这两方面我们都要同时的并重。好，那今天就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部长，不好意思，这边想请教一下，今天这一例的确诊个案，他是在4月8号的时候已经2采阴了，然后一直到，即便他回到台湾5月3号、5月4号都还是阴性，一直到5月5号才又复阳，那中间时隔快要1个月又复阳，这个状况可以再帮我们说明一下吗？这个是意料之内的事，还是说这是一个特例？谢谢。我们等一下再请张教授给我们多做说明了哈。不过我们从国内的案例，我们看到最长的住院的病人也有到81天、83天，那中间也是阴阴阳阳，也有这样2次阴，那然后又变阳，然后再继续的。所以在这卡达看起来，他们的一个基本上的战略是2采阴，那然后回家再自己自主隔离或居家隔离14天，其实也是很完善的。不过我们从自己的案例来看，事实上这样的可能性是有的。那台湾水才会采用3采阴，那是不是张教授要再说明一下？好，这个案例的出现，当然也是有一点呼应着我们自己国内也曾经见到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在国外现在也比较多的一些报道也是有说，在2采阴以后之后再复阳的状况也是持续的都有出现哈。那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病毒最后在体内存留的一些状况，还是觉得就是这种阴阴阳阳的状况哈。那就像部长刚才提到的，我们最长的也到80几天嘛哈。所以这个它或许就是刚好落在这个比较长时间还在阴阴阳阳的状态。那前面的在卡达的2次阴中间，或许还有曾经我们没有去检验了以后，检验也许有曾经在偶尔还是有阳的状况。那最后一次在我们这边验了机场验了阴，然后后来再验阳，那个也是非常弱的阳，然后就跟我们看到的其他病人在医院里面留到最后的状况是非常类似的状况。长官好，还是提问，想问一下说，那以现在这个个案为例啊，就是目前呢是有多少个在国外的确诊者，他们是有表达说想要回到台湾，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人数？那他们的话也是可以自由搭机吗？然后呢，另外就是说他们在搭机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空出旁边的空位？如果真的要回到台湾的话，是直接要住这个集中检疫旅馆吗？还是说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那另外呢，还是想问一下说，这有国外的文献指出，就是有临床诊断发现，有些患者在皮肤跟神经系统可能会有出现一些这种皮肤产生网状青斑，或者是神经系统方面有产生刺痛的这种症状。那想问一下说，这国内的患者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还想再问一下是说，就是这个交通部有针对双铁解除防疫措施，那像是要移除这个社交距离线，那我知道是要等到那个指挥中心来定这个时间点这样子。那我们目前是不是有一个定的时间点的一个准则，或者是说在什么样的标准之下，大众运输工具可以开始来解禁？谢谢。好，因为国外的疫情
非常厉害嘛，那所以相信也有不少的国人在国外确实就已经得到感染，那少部分当然在前一阵子有许多回国的个案，那也许有一些没有回国的个案就在当地治疗处理当中，那这些确实有多少个案在那边已经确诊，然后他或许本来就是有各种原因需要回国，那这个在专家小组礼拜一的会议里面，曾经也就这个原则性的问题做过一些讨论，那这讨论里面，当然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经过讨论以后，觉得顾及国人应该可以有回国的权益，那所以给指挥中心的一个建议是说，以我们过去的经验，如果个案确诊以后，经过治疗或在居家再休养一段时间，应该是2个月的时间，大概他体内的病毒大部分都已经是消除掉，或者是最多维持在后面很这样的所谓很轻微的这样阴阴阳阳的状态下，那这时候基本上我们前面也说过对其他的人应该是都是没有什么威胁的了，那在做病毒培养也都是培养不出来的状态下，那所以顾及他们需要回国的权益，所以我建议说，如果2个月已经发病2个月以上的个案，后来都没有症状的话，那在国外如果可以有采检，当然最好，可是有些国家对于这个轻症的确诊个案，其实也不让他做采检的，那没有采检，我们就维持至少发病2个月以上。那如果有采检的话，因为所有其他国家几乎都是用2采阴就解除隔离了，就不会再帮你再做第3采，所以有2采阴，原则上也是应该认定这样的个案，他对别人的威胁应该都是很轻的，所以可以考虑可以让这些国人是不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可以搭机回国了，那这是有关于第一个问题的部分。那至于第2个问题，有关于这个皮肤的表现或神经系统的什么刺痛的表现，皮肤的表现先前也跟大家有过说明，国外也有一些报道是会说在某些皮肤上会有起疹子，那水泡，那也有特别提到在大脚趾上面好像有看到有水泡的状况，那时候我们说我们也有很少部分的病人后来也注意到有这样的一个比较不是常见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不过个案不多。那神经刺痛的部分，到目前为止，就我的了解，我没有特别听到有任何医院的主治医师跟我们回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是有关于前面2个问题的部分。我们上一次邀集各部会来讨论包括食衣住行各方面的需要如何来做这个防疫性运动的这个部分，那就有涵盖交通部跟经济部，那包括像餐饮业，那跟公共运输系统的部分。不过上一次因为交通部他们来的与会代表没有办法将公共运输系统的部分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讨论，所以我们有请交通部回去再做详细的讨论后，再提给这个指挥中心这边我们会再跟他们做一些相关的讨论。好，刚才对于确诊者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或是在回国，那专家会议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看法，可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那不过基本上的概念大概就是确诊未解隔离，那当然是不能动当然不能够回来，那是没有办法，那要持续治疗中。那可是我们现在会遇到一些问题，每一个国家在解隔离的标准各有不同，所以怎么样这样取得一个在台湾是安全的一个情况，那专家也提供了一些标准让我们做参考。那这个还算是说有清楚资料的国家，我们相对可以来做一些比较明确的，根据我们专家对于这样一个疾病跟传染性的一个特性来做出一些规定。
那根据不同的情况，是不是在机上要有特别的一些保护的措施，能够让这样的安全性更好？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有一些国家的资料，那到底是可信还不可信？或者根本就没有这无资料可考。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未来除了我们相关的这些，我们当然会从资料可信明确的这一方面先做一个科学化的处理。那对于这个所谓资料不可信的部分，那我们可能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讨论。然后最后当然在目前也有很多的国家开始在倡议这种防疫的共同圈。那这我想就是指的就是我刚才讲说，怎么样让大家的标准比较齐一，然后资料透明、可信、可交换，让大家可以做一个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判定。那相信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那这个状况事实上是让我们是觉得很为难要兼顾很多的方面。不过专家有一个初步的取决，接下来我要看看资料的可信性，然后跟交换资料这样的一个明确，那才能够逐步来开。部长好，信传媒提问，这边有2个问题想请教。第一题是台南市药师公会有指出，就是中央已经于4月27日发起捐口罩给外国人的行动，那显示台湾口罩量其实是足够的。那建议中央到6月底禁止口罩出口政策是否能够提前解禁？那指挥中心这边是否有考虑？以及现在因为纾困补助方案造成玉兰花价大涨，指挥中心有何建议措施避免有心人士造假？有没有可能直接排付发现金？那第二题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近期荷兰有研究人员有发现，就是有一株抗体在实验室测试中可以阻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细胞。那台湾这边目前有这样的研究吗？用在人体的机会大吗？以上，谢谢。你刚才说药师公会的建议，没关系，我们可以了解一下。那大概整体还要看整个供需的量能了哈。那捐的部分是捐一个心意嘛，跟出口去卖又不太一样哈。那虽然各有它的一个利弊了哈。那捐只是指说我有心意，大家只是看看我们台湾这样对于捐助援外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有多少，是心意的表现，并不是一个实物的交换。好，那另外在玉兰花造假我相信那可能都是一些不得已的行为了，不得已行为。所以在这个扩大的纾困，我们相信还是一切要能够怎么样来简便。我昨天也讲过，就我们想要发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群，其实是非常弱势的。要提出什么样的证明或什么，事实上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其实只要是把基本上排付的资料查清楚，那这一群人其实他拿证明，我想是非常就是不太好的啦。所以我昨天讲就是说，基本上你就写说我去年做什么，那我现在收入变少了，然后你的收入栏就填一下，让他可以做一个计算。那其他当然有资料有带，当然很好，不过尽量资料你只要具结了，那让我们可以来查。那尽量把这个简化，把它做好来。我相信，在这一次里面，政府是想帮助这个最弱势的人，可是因为资料的不完整，那在执行面上面，也就相关的有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对弱势协助的时候，有很多的门槛在，所以对让要去申请这笔费用的人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也要表达我的歉意。那另外，我要对在承办的区公所的人员。那在这里面，因为以前承办的文化跟这一次的要求完全不同，让他们承受了很多的压力跟额外的工作负担，这里要表达我的谢意。好，有关于这个荷兰有宣布他们有发现一个可以用来治疗病人的一个抗体的部分我们一个病毒性疾病，我们去找到特异性的抗体，可以有2个部分的作用
一个部分就是用来做诊断，因为抗体可以侦测出病人身上的检体有没有抗原，所以这是诊断性用的抗体，这是比较简单的，然后那只要它的颗粒性够好，就可以用来做诊断。那在抗体的部分，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身体发生感染以后产生抗体，其实它是用来消除这些病原，特别包括这些病毒，那让我们可以顺利的复原。所以抗体本身对我们当然抵抗疾病或者是从疾病状态中复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先前大家也会问用恢复期的恢复以后的病人的血浆来治疗疾病，治疗这些后续的感染的病人的疾病，其实它就是利用血浆里面的抗体。那用病人恢复期的血浆，它的量总是不是很多的，然后就是一个病人能抽出来的血浆还是有限的嘛。所以我们科技的进步，我们很早就已经开发可以有所谓的从病人的制造抗体的细胞，我们把它分离出来以后，在体外做培养，让它大量复制、大量制造，从实验室当中制造这些抗体，用这些抗体再回过头来治疗病人，这就是治疗性的抗体。那这个我们国内很早就也有这样的技术了，所以这次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单位在发展这个部分。那所以各位看到荷兰的那个部分，当然是算是它的跑的是比较快一点的。然后国内你刚刚问的，国内我们也有在往这个部分的发展。部长你好，这里有2题想要提问。第一题是部长昨天因为有媒体报道指出，部长昨天有表示说，在疫情期间自己有3件事情没有做好，那这个可以再帮我们说明一下吗？第二个是今天上午卫福部的桃园医院有说他们透过血液的净化的技术去治好了一名重症患者，那想问一下这个状况可以再帮我们说明一下吗？谢谢。但其实在这里面大概就是有哪些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决策上面有这样子稍微有缓步的啦或什么，其实都有一些但是我们随时都不断的在检讨改进中。那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因为口罩那时候的工厂都停工，那事实上那样的放假里面大家需要也很高，所以我们就把战备的口罩释出了很多，所以事后为了这样的一个储备量要能够供应充足，所以不管是在口罩国家队或者是实名分配上面都花了很多的功夫去把这样的一个状况把它弥补过来。那整体还是我们整体国民非常配合，口罩国家队也非常的努力所以在1个月左右我们就把这事情平衡了。然后第二是有关于就是在欧美情势的一个判断，虽然我们判断欧美的情势很快就会超过这亚洲，可是事实上我们的那时候的构想上面安排的时序上面还不够快，因为疫情发展的突发性跟猛爆性比我们想象超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有一些准备就稍微晚了一点。但是后来在欧洲的这一批我们在14号宣布，但是我们再来就把前面的再召回做居家检疫，那在居家检疫里面也发现了一些个案，那也靠我们居家检疫者跟我们相关的区里长的一个配合，所以这个也是本来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破口，但是因为大家的配合也把它堵住了。那至于在我们的舰队或一些密闭的区域的里面相关的应该的诊断的一些器材的不足所以在外的时候就不容易做出正确的判断那现在我们有新的相关的一些仪器，小型的可以帮助不管是外岛或者是说离开陆地比较远的地方、比较久的地方，可以及时的做检验跟及时做判断。大概是有几件事情，其实事情我相信是比较多了，不过这是我的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最后
我们最后3题哈。中国时报提问哦，就是那个8大行业涉及50万人的生计，大家还是蛮关心的。然后就是说，与其现在要纾困，不如让他们能够全面的振兴复工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就是我们先前有说这个慢慢那个8大行业，它如果要就是只要防疫做得好的话，政府就会准。那请问我们在这部分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标准他们到什么样的程度时候，他们可以也可以慢慢的解封？然后呢，是不是要呈报这个疫情指挥中心？谢谢。在相关的我想我几天前就开始有都跟大家讲，我们大概这里面不太分什么行业别啦。就是说我刚才讲说能够不能够把这个防疫新生活我们的要求能够做好，口罩、社交距离跟勤洗手，那有疾病的那能够避免这样参与，那然后能够比较能够到时候要疫调的时候容易来追踪，跟我们的集会游行指引基本上的遵从度高就可以。然后第二个就像我刚才讲说，我们在社区所以我们把社区的风险减到最低。换句话说，每一个的事业的单位，它能够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指引，能够确实把它做好。然后第三个，再看看地方政府的一个执行力或是管理的量能。如果任何的行业、任何单位，它能够符合我们这样的标准，我们就没有所谓的一个禁止。你好，新闻周刊提问，我想问一下那个张教仁，就是说，过去 A 跟登革热都有做过这个抽血筛验抗体的这个血清流行病学哦，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是为了说了解一下，就是带有抗体人群比例，然后来会去攸关以后这个防疫政策的制定。那请问一下，就是疫情缓和之后，卫福部会不会就是考量对这个 COVID 也去规划一个小规模抽样这个血清流行病学？然后想请问一下张医师，就是说这个您有指出过 COVID 对这个肾肺部的伤害其实是可以修复复原的吗？那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就是永久性的后遗症？那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近80%的患者出院了。那请问一下，就是说在治疗 COVID 方面，是不是说台湾也有所谓独到，然后效果不错的台湾模式？谢谢，以上。好，有关血清流行病学的调查，这当然是我们对疾病的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流行的状况，或是过去发生的状况，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了哈。前面之前也讲过好几次了哈，就是它最好是在有一个某种程度的流行过以后，那你去做，可能可以比较明显知道到底流行到什么程度。当一个疾病在非常少，你全国只有几百个个案的时候，即使再加一点点假设说认为我们有一些没有侦测到的，你乘以2倍来算的话，还是很少。所以你去做血清流行病学是不容易的。然后，那当然就是学术上要有兴趣要去做，我是当然大家都可以接受。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血清流行病学使用的工具够不够精准，这也是影响到后来我们怎么判读这些最后的结果所以这个已经好像说明过好几次了那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想私下我们再来讨论好了那个肾肺的部分我之前也说过那个肺部的伤害就是开始当肺炎的时候会很厉害，甚至到呼吸衰竭等等那可是它如果有机会恢复的话，那初期看起来还是会有轻微的纤维化的一个状态，可是隔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它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看到的或我们认定的，大概还不太会有永久性的一个伤害的一个状况了那至于说我们大部分病人都可以顺利的康复复原我们的治疗的模式当然没有特效药的状态下，我们当然也没有说比其他的国家有更特别的地方。不过很重要的当然就是说，前面也都说过，因为我们的整个医疗照护的品质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这次是让病人尽量分散在很多的医院，分头大家去照顾这些病人。那少部分病人当然有使用抗病毒的药物。那更重要的当然是好的一个支持疗法，让病人可以顺利的度过我们认为所谓的这个
伤害最厉害的，或者甚至细胞激素的风暴的状况过去以后，我们人体的复原机制通常就可以把它好好的复原。那我们的比例本来就将近80%就是轻症的嘛，所以这些轻症当然复原也通常都是很顺利的，也没什么特别的说我们有更加不一样的地方。好，其实在里面刚刚张教授也说明过嘛，我们从来不排除需要的任何这样的一个调查，但要看看什么样的时机，那什么样的工具跟我们的目的这为何，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这在台湾其实大家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啦。我们并没有采用集中的治疗特别的病院，我们是分散式的到所有的医院。那换句话说，也证明台湾的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照顾能力是强的。那近几年来很多的一些医疗的评比把台湾的医疗的水准，不管是量能品质都评价非常好。那这一次在 COVID-19 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表现，也可以证明就是说那样的一个调查跟报告是真实的。部长，谢谢。东森新闻想提问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桃园医院有用这个血液净化技术来治疗武汉肺炎的重症患者，想跟部长请教这是什么原理，然后什么条件的人比较适用。第二个是卡达这一例，它是不到2个月就回到国内，那有没有机制是可以发现的？因为这个案例虽然有比较诚实的说，但是如果有人想隐匿的话，会不会比较抓不到？谢谢。好，这个桃园医院今天说他们用血液净化的方式来处理或治疗这个重症的病人，这个它的构思当然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疾病很厉害的时候，除了病毒本身的伤害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过度免疫反应产生了所谓的细胞激素的风暴。这细胞激素风暴我们有通常当然就是知道哪一个细胞激素高的话，我们用那个对抗那个细胞激素的药物来做处理。之前也跟大家报告过，包括我们以前的 H7N9 或这一次有一些病例，我们看到它的所谓介白质6 IL6 IL6 是会特别的高，所以我们市面上本来就有拮抗IL6的这个药物，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药物来治疗。那另外一个思维就是说，好，我们把它里面血浆做一些置换，是不是就把这些过高的细胞激素可以把它移除掉？那这样减少这些过高的激素所造成的一个伤害，这是另外一个想法。那所以他们也试着用这样的做法去对一个病人来治疗。那当然最终结果是好的，我们当然也很高兴。那只是单一个案。是不是一定就是一定是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可能我还是需要在科学上有更多的一些证据了。那事实上在今天这440的案例，所以我们可以讲，也许我们都查不到了，也许我们花了很大很大的力气，会查得到，可是时间会拖得很长。而且这里面我还是觉得就是说。这也是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人民跟政府之间的一个信任。他们知道就是说，只要能够跟我们清楚的来表达以前发生过什么样的情况，那就会受到我们最大的保护。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也相信就说未来这些案例一定会越来越多。我想诚实以告，就是利人利己。那政府也一定会站在。只要在疫情能够诚实以告，那政府一定100%的保护。那也希望社会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人，不要就造成一个对立，要关心他们，关怀他们。我们唯有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和谐的情况，那我们的疫情才能够控制得越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到这里时间比较早一点，因为我另外还有一个记者会所以就先离开了谢谢大家。
好嘅有关近比国内进行疫情的部分，家下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嘅，近比呢国内系新增加一例对境外西路来嘅个案，人哋确诊患者呢，佢系一例20岁嘅5岁咯，佢哋2年25个时间呢就去到卡泰来工作，下后呢佢喺啲3月初嘅时间就竟出现流皮，韩国流皮共先生，然后呢咪有食东西莫名些相关症头，都系3月初嘅时间，佢有啲卡泰来接触治疗，认真佢啲3月初嘅时间就确诊呢，差不多武汉肺炎嘅，治疗系差唔多为1年嘅时间，佢喺啲4月初8嘅时间就有经过200采检都系阴性嘅，下后呢佢就转到佢啲卡泰嘅屋卡来做7家。居家隔离、居家检疫，佢喺啲5月初3嘅時節轉到台灣鴉片來。不過呢，佢轉到台灣嘅時節，佢今日佢就出現像係奧利都嘅相關症頭。還有呢，佢啲5月初5就本衛生單位恆去採檢，前面啲健比確診呢，也咪係頭一啲。對國外西路來嘅也就確診患者，佢喺呢啲陰性用轉做陽性暗陽嘅情形。佢針對暗陽現象，其實指揮中心佢就同大家來講到，講一個確診患者上班下呢就會對陰性變做陽性呢，也係先前呢就有發生嘅現象，呢後續情形呢。指揮中心還係會繼續來觀察。然後呢，近邊呢，咪喺台灣已經連續25年無新增加本土確診案例嘅，故所呢就有眾多民眾就動上來提高東大人嘅身份，那樣子上出嚟恢復正常咯。其實指揮中心就有回應講，其實呢。開放還係有風險嘅，故所呢一啲相關嘅管控還係會牢記做好。而希望呢大家呢會好好來配合相關嘅防疫新生活嘅運動，從一啲經驗嘅部分，大家呢還係會卡接接觸，讓我哋會來帶做咩？韓國呢從也要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咪希望呢大家會盡量來配合喎。稍後呢指揮中心會。繼續來針對從係送付發通，韓國有從團體旅遊一部分，我來考慮講，哪樣時我來預防咯。我呢我預防以前沒有來上到嘅相關嘅鋪費、相關嘅鋪本，咁做地來做好管控咯。故所呢，接下來一部分還係為指揮中心就講到，其實呢，我同時做到防疫，韓國有一個預防，其實當為難，一部分呢還係為指揮中心好好來面診啦。佢講到呢，一個預防呢，家下呢同鄉親朋友就講到嘅一個台鐵一下呢，未來安全為本集團來解除相關的管制措施。佢從啲初期嘅時節，從一啲長期嘅查標呢，會唔會買期嘅票，係講呢社交距離嘅呢個安全距離，會來解除，也係前線我來解除嘅部分，都喺台灣嘅疫情卡跌嘅時間呢，從係強制帶最嘅部分，係講呢唔再一下體溫提高迎合相關限制，因為來同期取消。佢針對一部分來看呢新聞報道。帽子麻煩一下哦，要量體溫。面到呢台插門以前，天后監控體溫強制帶最尾，呢台電查 V 嘅未達點保持社交距離，總得用嘅表示。新興觀眾평토疫情發展到今，台鐵加強防疫措施，提出加項強制措施，要求所有銀行嘅配合，唔過只有平面媒體報道，天地關於疫情有卡翻呢，交通部也部嘅規劃短中長期解除雙鐵防疫措施，其中包含取消強制帶最尾一道。我不會拿下來的，或者是說它驗不出來的，哎呀，這個都是一個潛在的危險。我是希望說能夠今年完全大家都戴口罩。交通部逐步規劃雙鐵防疫用用措施，為分階段來實施。初期會先停停執行相關社交距離配套措施，包含取消台鐵長途查標唔賣機票，也移提社交距離嘅先一道。中期會解除強制迎客外帶最尾，至少查到總得吃東西，也禁止體溫提高迎客來出差。有幾個運輸單位前嘅舌頭中央為非規工業者自家管理嘅方式來辦理，全面解除關於交通防疫措施。唔過有啲規劃台鐵表示講，還要配合指揮中心嘅天將會來溝通。現在我們還是按照就是 CDC 還有部裡面的正式的這樣的一個指示，或是要求，我們就會配合這個短中長期的規劃來辦。高鐵發出聲明稿表示講，都係配合交通部政策，喺先來規劃疫情卡翻嘅時節，各項防疫措施解除按用來做。唔過前提係為咗指揮中心評估觀察疫情發展來長途，再個就相關指引來判理。讓交通部每動態調整時，相關雙鐵解除防疫措施還在討論當中。記者王立偉總之家台報道。
亚内民众伫朝台中运输公汽的时间呢，因为都会看到从案用的方面，最讲呢，民众无论係啲调查时节，还是讲啲查制度方抽查时节，都听出呢全场来带定案用的这一面。刚刚呢啲新闻都方呢就有来讲到，其实呢一下呢台铁同啲安生讲，我来解除相关的管制措施。不过针对亚部分，还呢有人效知道讲实在係无买风险哦。希望讲今年呢啲疫情忙真正结束时节，都希望呢一个人效来带最相关措施，我来继续来做下去。所以讲，现在一下大地方有同多无共用意见，各种呢相关的从指挥中心，还有相关的政府部门，也呢还系爱看台湾女仆，还讲呢有其中喺全世界国际疫情的变化，将来做考虑。你讲到全世界疫情的部分，来同大家呢来看到一下国际情形的疫情变化。一下呢美国，一下呢一类全世界疫情经验从所产的系呢啲美国鸦片哦，美国的确诊人数一下总共来到122.3万多，桃园一年一类新增加嘅确诊人数会有到23000边呢。然后呢啲死亡人数，美国鸦片呢每来到嘅差唔多有73418例，当年还係新增加嘅差唔多有9300案用情形咯。美國呢一下疫情按嚴重，唔過啲南半球嘅歐洲，其實呢一個疫情呢就真見係數漲太慢哦。然之後看到呢一下啲歐洲鴉片已經確診嘅累計病例數係漲15684例，天。還講呢啲死亡嘅人數，其實差唔多係美國嘅1/1。較高，死亡人數呢？歐洲嘅死亡人數將來到係608案少，其中嘛會從係啲美國鴉片案嚴重，韓國呢啲歐洲嘅片呢以前呢已經係真經係同台灣案呢做到同好，大家呢都見成算，仲嘛會有案用變化咯。其實呢就用先前啊啲歐洲一開始標出疫情嘅時節，歐洲政府家頭呢就動降心動注意，故說呢將會留所有從係邊境管制措施鴉片都先老二做好來，故說呢就用辦法留入嘅疫情動下來。唔過呢美國係當同後輩時節將開始呢來注意到一個問題，真經係動嚴重，就會造成呢一個武漢肺炎嘅疫情，啲美國嘅片經濟經厲害。唔過呢，雖然講一個美國同歐洲夾到疫情呢，真經係所狀態嘛，唔過也兩個國家都同啲考慮為開始來解封哦。因為看到呢，美國呢也認真講，佢認真受到武漢肺炎嘅影響，佢認真經濟研究都冇發展。故說美國總統川普佢就真經都唔掉嘅，因為美國總統川普佢一啲初五嘅時節，去到一個亞利桑那州嘅峰上，去看一個最遠嘅工廠時節，佢就呢又同大家來講到，講一下呢美國經濟基金封鎖研究啊，一下真經我開始來考慮，為重新來啟動經濟嘅，係講呢佢咩來完善講，為來解除相關嘅防疫團隊，佢希望呢來整一個，做啲呢同時來顧到安全，還夠有顧到經濟發展，按用嘅團隊來做好防疫。唔過呢啲佢按呢嘅措施公布過後，就受到眾多人嘅批評哦。就有人嚟講，美國總統川普呢，佢係唔係為到佢自家而來變聯姻來做準備？因此講，因為經濟冇發展，真見為本眾多人罵，就從一下美國嘅聲音嚟暗告，有眾多老百姓就強為都唔掉嘅。唔過呢，美國總統川普佢係呢動堅持機會。按用來做，故所呢就有民眾係罵佢講，美國呢根本係愛錢唔愛命嘅。美國總統川普初離開白宮，準備要去到亞利桑那州去視察做最美工廠嘅時間強調，佢講以前美國要有200萬人車到偏死亡嘅模型完全係冇正確嘅，美國要再重新開放，俾民眾再回去工作，同時全世界都係等等嘅。They're going back to work safely, but they're going back to work. We're opening up our country again. And this is what we're doing, and I'll tell you, the whole world is excited watching us because we're leading the world. 就算川普對美國嘅疫情清樂過，唔如實際上美國也下確診嘅人數已經有120萬個加，當然新增加確診嘅人數有2萬嘅人，新增加1000嘅人死亡，加起來死亡嘅人數已經有7萬個加。不過2月底成立美國副總統潘斯所領導嘅白宮防疫小組已經計劃喺5月底末至6月初嘅解散，川普帶父母將去到亞利桑那州做最美工廠視察，同時肯定潘斯嘅貢獻。不過為到美國經濟行個超越國家做唔得應付呢？ Doctors saying that there might be a recurrence of coronavirus in the fall. Why? Can you just explain why is now the time to wind down that task force?
Well, because we can't keep our country closed for the next 5 years, you know. 不过，全部在做最美工厂结束访问时间的承认讲，经济在开放确实会有可能造成很多的民众车头偏死亡。 I believe that's the reality we're facing, that lives will be lost to reopen the country? It's possible there will be some because you won't be locked into an apartment or a house or whatever it is. We have to get our country back, you know. 美国已经有22个州开始不用金主力，慢慢的经济又在开始。反对的人士就批评川普为了11年的太线连任成功，甘愿牺牲美国民众的空间。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华府的非洲血统的民众确诊，韩国死亡的比例拢太高的，当地佛法的太后已经针对当地非洲血统的民众，在撒下来3整日要进行不是前的病毒检测。记者捐年轻整理报道。 喺美國總統川普呢幾天呢，我嚟重新啟動經濟發展嘅相關決定公布過後，就有眾多民眾嚟質疑講，嘅一部分假使政見嚟開放經濟發展時節，更會造成很大啲多人特別多呼喚氣焰，更會造成很大多傷亡咯。嘅美國總統川普呢，兼係大拍講嘅，確實係有安嘅情形。唔過你睇下呢，係總得永久管理國家引致人嘅經濟發展做政見東嚴重。 美國呢，會重新啟動經濟，就本受到大家很多嘅批評。唔過呢，啲歐洲嘅片認真防疫，真件係做到見來見好。故所呢，一下歐洲咩打算我嚟重新啟動經濟發展，大家呢都同支持。其實呢，就嚟看到呢，一啲歐洲嘅片有一台船，一台上係馬街諾，也就係一條。 一個環島防暴沙公主號嘅遊輪，一個防暴沙公主號呢，一下呢係本大家來認為講，就一條歐洲為開始武漢肺炎拆開來嘅慶祝嘅年頭。慶祝有人就講，現在一個防暴沙公主號，佢喺啲3年初嘅時節，就有許多。 歐洲嘅勢力嘅片來停課，嗰陣時呢，佢就有勞動多嘅人效，不用夾條下船，下後呢，歐洲就表出嚟動多嘅疫情啦。唔過呢，嘅歐洲表出疫情過後呢，嘅歐洲政府夾條就動強心，就動叫禁止有時去過中國嘅旅客來入境咯，就攞邊境開始來封鎖起來嘅，係講呢，從民眾嘅發通，你會來進行相關嘅管制，就係講。 佢哋嘅封城令係非常嚴格咯，最講超過33年係專門嚟強下出去嘅。然後呢，韓國有認真講，歐洲政府佢哋係實施嘅按嚴條嘅封城令，故所呢大禮拜未來損失差唔多400億歐洲錢，差唔多真係算起來就係新台幣780億元咁多錢咯。政府呢今年了解咁多錢，沒有留意嘅疫情控制下來，故所呢佢哋一下疫情已經控制到非常好，一下呢差唔多到6月初嘅時節，就做得來解除。 相關嘅啲防疫嘅法通相關限制嘅，而家呢就嚟搶到人哋客家僑胞啲歐洲嘅客家僑胞，還到土幼師嘅僑胞，同大家嚟講一下啲歐洲嘅片情形嘅情形。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涂醫師，我係到澳洲嘅城市墨爾本，澳洲一下疫情有較好嘅現象哦，一下出嚟必要嘅時節，大家常做得出門。 像買東西呀、本經常看啊、購運通，一下出嚟同個卡銀通下，30以上嘅消費係禁止嘅哦。傳統同咖啡店也只做得提供外帶，每種唔對出傳統啲都是東西哦。大部分嘅公司一下每本員工財富卡上班卡多，一下學生嘅每係財富卡用電腦上課。 為到補助受到疫情影響嘅傳統同企業，一下政府沒有補助，在澳洲也便宜，但是唔管戴口罩。但是大家傳到杯時節會動小心，一定會保持距離。 好，非常感謝人哋土幼師小姐同人大家帶來啲歐洲嘅片嘅情形。咁呢，對於一啲土小姐佢帶來嘅說明當中呢，我哋看到啲歐洲嘅片呢係有當代傳統係不准以下啲夾條傳統地方來食東西嘅，大家呢搶做地攞嚟食到東西來帶走。係講呢，像學生嘅未愛地方卡用用路來啲線上上課，所以希望呢來減少大家接觸機會，希望呢你哋歐洲政府係希望留意疫情呢控制到前後。
亚呢，一个相关国家呢开始呢，我来考虑，我来解除相关的封锁，因台湾同国际方为样的来做，为样的我来变化，因为继续因为客家进行会，因为继续同大家来掌握，以上呢就因同大家来整理近边疫情的相关新闻重点，都会提供早晨9点半的时间，请从新朋友继续来收听，因为客家新新闻。客家新新闻，客家 Live， 本唔清醒的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許禮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的情形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